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现代爸仔母仔咧替囡仔号名，拢非常的用心计较，号出来的名毋但真高尚，抑阁真有学问。母家有真侪名，若要查字典，就毋知要安怎读，有影是无简单。不过以前的农业社会，是大人普遍册读无介悬，囡仔的名简单好叫就好啊。亲像查甫的就号做志明、文祥，查某的叫做丽华、秀美。甚至有一寡较善乡的，也是重男轻女的家庭，就甲查某囡仔的名号做蒙妖、蒙痴。因为安尼，咱对一个人的名字加减嘛会使了解伊的家庭的背景。今仔日旁的故事，咱要来讲两个无共的出身、无共的运命，上尾煞变做结拜姐妹的爱情婚姻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来小啊甲蒙痴的婚姻。人需要安全感、信赖感，毋过想过顺时的人生，也会互人野心，会想要有寡无共款的生活刺激，佫会烦恼刺激甲伤离景气。做人都是这呢晦气，若有趣味，听我讲来小啊甲蒙痴的婚姻的故事。你若毋相信有这款代志，就当作咧听人讲喊古。来小啊是厝里的细汉查某囝，伫迄款时代，因兜住伫市内，附近的庄头各有寡田咧别人做，算是好野人。来小啊，阁是厝里孤一个查某囝，老爸才会甲伊号这个名，有影甲伊小命命。连伊顶头的几个兄哥，嘛拢有够疼惜这个小妹。自细汉起，厝里有好物件，拢医生着，互厝内人真甲挺身。来小啊，有影互厝人成甲敢若公主、女皇帝咧。毋过，伊要是有分寸，爱伊的家庭，无论爸母也是兄哥。人生对伊来讲，幸福美满以外，毋知还有啥物通烦恼。上互伤心的一摆，是伊饲的狗仔死去，伊哭一步久，阁无食暗顿，表示笑脸。迄阵的查某囡仔，拢差不多17、8啊，就有人要来做亲情。较早价咧，村人有通收片金，阁免饲查某囝，而且也完成一件心事，这拢应该讲是正常的。来小啊，伫青春少女的时代，
无啥机会甲外口的查甫囡仔接接，无烦无恼的伊，嘛毋捌有青春少女恋爱的困扰。世间上好的查甫人，就是爸爸甲兄哥。讲是安尼，厝年较小查某囝嘛是袂囥日，到20出头岁，若阁无嫁嘛袂使日。这时拄好有人来讲亲情，对方无论家世、人品，拢甲来小啊真适配。阿爸毋甘，嘛着甲应人。来小啊捌甲对方对看，阁约出去过，确实是美满良缘。无一项嫌会着的。那安尼，以后来小啊，着过快乐的日子。这个故事是要讲啥物？代志就发生伫伊结婚前要去办嫁妆的时阵。为着宝贝查某囝要嫁，厝人替伊学嫁妆，传东传西，规家伙啊拢无用试试。为要互来小啊新的人生有一个舒适的开始，钱随在伊开，惊无手通搬尔。若无，规个百货行、服装店，想要拢甲买转来。这块布。迄一天，来小啊伫一间布店的门喙，看到内底有一块角花仔布，看起来色水真显目，就行入去。是一个青草素素的姑娘咧看迄块布，边啊一个查某店员甲问讲：“小姐人客，嘛要看这块布哟？”“这块布看起来袂歹。”来小啊伸手去摸，感觉布质真好，煞喙问价数。安怎卖？本地一买是15块，这个小姐真敖出价，我甲伊落甲一买12块半，伊还阁咧考虑。你若要爱，嘛算你12块半就好，才剩一领洋装的额尔。才剩一领哦，安尼你敢有要抵？你若毋，我着要买啊哦。迄个姑娘想咧，摇头。来小啊，就算钱互店员。麻烦你甲我包起来。回头看迄个姑娘流目屎行出去，跟背后追出去。喂，小姐，稍等一下。你是安怎呢？哪会咧哭？你先莫哭啦，咱来树仔骹遐坐一下。有啥物心事，你会使甲我讲。伊叫做蒙奇啊，住伫庄骹，嘛是为着办嫁妆来到市内。伫布店深看到迄块角花仔布，就真喜意。这款是买在外口施工刀，可是我都无够遐侪钱通买，毋只一直甲人出价。原来是安尼哦。假使你若无入来买交关，凡是一买10块因会卖，安尼我就买会着啊。哈，这嘛无法度，各人有各人的命。来小啊，听一个煞戇神，伊毋知世间有人瘦甲无钱通办嫁妆的，平平是要做新娘的，哪会差遐济？看起来是同款窈窕古水的查某囡仔，一个着来小，一个煞蒙痴，敢毋是伤无公平？蒙痴小姐，要无你若无去嫌，这块布就送互你做嫁妆，好无？袂使得啦，我也毋捌你啊，要哪会当收你遮贵重的物件啊？对方毋肯，讲无应该接受青分人的好意。来小啊，先自我介绍。我叫做来小啊，甲你同款嘛是要做新娘的，我想要甲你做朋友，这块布就当做朋友甲你添装的礼数，安尼会使无？毋过我无礼数通回报你啊。
蒙氏啊，毋敢接受，毋过阁毋甘去底步，想想咧讲，要无我用这块布做衫，剩的布穗啊，绣一条手巾互你，做添妆贺礼。安尼好，一言为定。来小小姐，真多谢你。朋友之间免谢谢啦。来小啊，转去厝里，心情一直闷闷。想讲伊是出世伫好野人兜，若讲因兜亲像蒙氏啊遐散车，对方敢会娶伊？敢讲婚姻就决定伫家庭的经济好也歹？厝里看到普通时拢真快乐的查某囡仔，即时煞有寡忧头角面。也准是结婚前毋甘离开厝，也无特别有啥烦恼伊。过2天，蒙氏啊找来，送伊绣好的手巾仔来要甲来小啊添妆。来小啊足欢喜，招伊入去房间内开讲。我问你，你敢知影要嫁翁是啥款人？你敢看有介意？这张婚书是阮爸母做主的，我简单见过伊一面尔，无啥印象呢。总是做查某囡仔就是安尼，爸母饲大汉，收人的聘金就爱嫁互人，要安怎讲介意也无。听讲因迄边嘛艰苦人，为着聘金去招花啊，搁借钱，这是尾啊有人风声出来的。来小啊，阁想家己要嫁的对象，是干那无啥通嫌尔，嘛毋是讲有啥感情无嫁伊袂使。这款婚姻甲蒙氏啊要嫁有啥精差？若讲我甲蒙氏啊相活嫁，安尼毋知安怎？好野善拢是人。好野人子弟无影讲就较出脱，善人囝凡世家庭较幸福。上无阮兜较好野，会当加嫁我嫁妆去帮衬善家庭。蒙氏啊嫁互较好野的，嘛有较侪聘金通互处理。若无善的愈善，互相加富，有啥意思？伊想到这个计议，惊蒙氏啊毋配合，就先招伊结拜做姊妹啊，甲伊介绍互阿爸阿母甲兄哥，讲伊有认一个小妹，算起来蒙氏啊减伊2岁。爸母本底就生伊，嘛毋知查某囝咧变啥梦，就顺伊的意，认蒙氏啊讲是查某囝。佮发到礼数，拣日子要去甲蒙氏啊因爸母熟悉一下。来小啊为着计划成功一半，就暗欢喜。蒙氏因爸母听查某囝讲甲一个都市的小姐结拜，毋知要用啥物心情甲查某囝讲，庄脚人挺都市人袂起。等来小啊来拜访，感觉是一个古水美丽的千金小姐，袂有啥歹意，才当欢喜。想讲这个查某囝熟识贵人，有影是要做新娘仔的较有福气。就甲来小啊嘛准做查某囝看待。
一天，来小叫蒙奇去约迄个田庄竞赛出来，伊嘛招未婚夫来，4个青年男女做伙，互相熟悉。我来小解，这位是我的结拜小妹蒙奇啊。你好，我是蒙奇啊。伊就是我的未婚夫，自我介绍一下。恁好，我叫做陈坤成。坤成先生你好，伊是李阿明。你好。大家年岁相当，真紧就无啥青分，干那迄个庄脚少年较避暑，溜溜啊面就红，毋敢讲话。来小啊，本底就欠一个小弟啊，感觉这个庄脚囡仔真古锥，那介意嘛袂歹。来小啊，就甲因3个少年男女讲出伊的计划。哈？来小啊，你是咧讲啥？哪会有人安尼？对啊。一时间，3个人拢着惊，煞拢毋敢讲话。一个面仔青笋笋，尾啊，都市青年先表示反对。我无爱。剩的迄2个才原来讲。袂使安尼，都挂定，要哪有即款代志？这会笑破人的喙。对啊。搁再讲，厝里嘛袂答应。系啊。假使我哪有法度，互双方面处理答应咧？这双方面处理若答应，恁3个就袂使反对。这若无，我嘛毋爱嫁啊。哈？煞落，我搁要甲蒙奇啊断咯。蒙奇啊，知影代志无遐简单，为无爱互来小啊无欢喜，就先答应。到遮来啊，剩2个查甫的嘛点点无去讲啥。阿伯来！自来小食甲遐大汉。毋捌互老爸安尼恶过。你安尼南山来，讲这毋知通见笑的笑话，若互未来大家官听到，看要安怎？哼！来小啊，互人性惯势，也无咧惊阿爸生气。我嘛毋是要退婚，也是有啥歹代志，是要甲小妹换定尔。安尼哪有法度啥做？你若是毋答应，我就无爱嫁啊，做一世人的老姑婆。看恁阁有啥物办法通阻挡我？来小啊，你毋通遐尼固执啦！你安尼做，以后一定会后悔啦。我若无安尼做，以后毋才会后悔。阿兄嘛讲伊袂行，先讲都袂翻车，剩呢强要乱起来。讲甲你一个查某囡仔，实在有够毋是款的啦！哼！剩的迄3个，转去拢毋敢甲厝里讲起，恨得等来小啊解决家己的代志了后才讲，心肝内还是惊吓。世间哪有即款遐好胆，甲婚姻当作囡仔咧办家伙仔的查某囡仔？尾啊，还是来小啊，因阿爸让步。我知影咱查某囝是人慈、好心，毋甘小妹过散车的生活。知就好。无这边结拜的后头厝，就搁替蒙市啊传我嫁妆嫁过。安尼好，安尼好。现金以外，搁加3分土地，安尼门婿迄边生活就较快活，来小啊嘛会当放心。老爷啊，你头壳总算开窍啊！你安尼安排，咱来小啊，毋知要偌欢喜咧。亲像我这种开华的老爸啊，我哪无济啊啦，对毋对？对。
来秀啊要结婚进前，佮去问未来的翁婿，讲伊安尼乱，敢会互伊也是大家官无欢喜。迄个都市的新郎根本就无甲因爸母讲即件事，村里无人知影即个婚姻险险就出问题。伊家己感觉来秀啊是上介好的姑娘，会当娶到即款会体贴善良的某，实在是一世人的福气，哪会有啥通无欢喜的？当然，蒙氏啊这边更较欢喜，就若像因庄卡的爸母讲的，伊确实是拄到生命中的贵人。今仔日的广播剧《来秀啊甲蒙氏的婚姻》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吴兆祥担任口碑。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来秀啊萧燕双演出，蒙氏啊蔡瑞仪演出，店员陈英珍演出，陈坤成、吴兆祥演出，李亚明、张明虎演出，来秀的老爸张志宏演出。来秀的老母苏瑞珍演出，大兄关凯欣演出，二兄吴兆祥演出。暖暖十门溪。今仔日要来甲名人先生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路，还佫有慧玲。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盘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各位听众平安，我是闹台语随书台语社做事人阿关。这个故事的结尾真互人感动。这个过程中嘛，替这两组新人要紧张安尼。虽讲阿玲伊伫这个旁的故事内面真侪篇拢是咧讲古早的故事，毋过其实几啊篇拢是咧讲女性有家己的主张，无要互社会观念来束缚。其实咱台湾北部原本就是女性为主的社会。长山内遐个父权封建的思想，才会外来面颠倒伫台湾看甲几世过安尼，真正是有够可惜，被因都煞变做主流安尼。还是我读一篇的感想，多谢。平安，我是威良，我住伫国来看这篇真有意思，是讲零交零，风交风。稳固的交动网，若无安尼时阵是安怎咧？这是我的想法啦。这篇听起来还是讲看起来是真有社会主义的一种人性的事业的迄种快感，看
看了是讲感觉有够趣味的。啊，即个主角是一个好野人出身的嘛，啊，爸爸妈妈拢疼命命咧。啊，是安怎伊要来遮大胆，想要来转换即个要嫁家庭，然后啊，即个想法是真有意思。啊，尾仔我是要讲，即个想法，互我想着即欧洲的即种囡仔故事咧讲去食王子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咱台版的即种善恰公主的即种想法。就参像爱玲先对我讲的即种故事吼，做囡仔来教，还是讲互囡仔来看，实在是真有意义。好，大家平安，我是陈罗吼，我是一个算想要用台语来过生活的台湾人，就是即马当咧实践。好啊，就是读这篇阿玲的作品，即个赖小啊甲蒙奇亚的婚姻，我感觉讲伊的规个架构足简单，伊个故事发展的理路嘛是足顺的，就是 A B C D， 就是安尼足简单，你拢会当想着后壁伊要讲啥。啊，毋过这就是产生一种对反，就是你会当去看了个哦，这故事安尼发展。啊，毋过我是一个普通人，啊，毋过我的生活安尼，逐工拢爱想空想胖，啊，计较这计较迄啊，搁较安怎，就是哇，那逐工伫遐敲切弄整吼，足复杂。啊，共款嘛是这个故事内底两个角色，对赖小啊甲蒙奇啊，你敢看这两个名，就知影讲伊的人生是绝对是完全无共的。啊，赖小啊，就是大家拢甲惜命命，大家拢来甲保护，大家拢来甲相挺、甲支持。吼啊，蒙奇啊，就是看起来就是人对伊就无啥价值，就是感觉讲啊，就蒙奇看卖看会活袂活安尼。啊，这嘛是咱以早看遮济台湾戏剧哦，有听到这个名的印象。啊，毋过这个故事内底趣味就是伫遮，伊用这两个做对比啊。去讲这个故事，来小遐尼侪人甲听笑，啊，毋过伊煞毋是干那享受这尔，伊毋甘愿干那安尼享受遮尔好的生活，遮尔好的人生，伊有遮济咩讲资源，煞会去想讲，我会当去做更较济代志，去帮助别人，吼啊，而且是伊毋但是摕资源尔，伊用伊的爱心，伊用伊的疼去替来小啊。制作更较好的人生，甚至是用伊的婚姻，用伊的婚姻来想办法去敲切，啊去照顾来小啊。我感觉这真正是互咱对女性伊的世界、伊的发展有一个完全无共的观点。就是讲，我是一个查某人，我有遮尔侪资源去表现我的爱心，啊，而且我的婚姻我嘛会当摕来去帮助别人。或者真正是你。平数时啊，你无法度安尼想象，啊，毋过阿玲就是用赖小啊，这个角色安尼去敲切。我感觉这甲迄个阿酱有小可相像，所以讲拢真有家己的想法，有家己的主意，而且是会当家己决定，而且决定了，伊就是要去做，袂去丢毒，袂去受到影响。读了我感觉就是会互我对女性的发展、人生的可能性，完全有一个无共的看法。大家平安，我是住伫咧台北的慧莲。即摆现代社会，查某囝拢是来笑的，甲查某囝笑命命真殊常，甚至咱即摆有讲，查某囡仔、查某囝是老爸真世爱人即句话。我爸母甲我阿公阿嬷迄代是查某囝是加了米啊，拢蒙饲的，啊短两代人吼。三代人的时间无到100冬，台湾人对饲查某囝的观念完全颠倒变。当然，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改变。咱台湾囡仔自细汉就看白雪公主迄款 Disney 囡仔故大汉，毋过咱家己亲像无迄款水甲那民望的故事，特别伫台湾做背景讲公主的故事，迄款。公主应该就是亲像来小啊，这种千金小姐，人水，善良，好嫁人囝，啊，爸母宝贝家，啊，这个千金小姐，互爸母保护甲无烦无恼，这爱安怎来写咧？啊，人生就讲，来小啊，伊上
伤心的经验是狗仔死去，啊无食暗顿来表示笑脸。我感觉即个例真奇卡。佛教讲，咱人生有四个苦，生老病死。啊，来时啊，食到遐大汉要挂定，啊，干那拄过狗仔死去，伊确实互保护甲，拢毋捌人生，毋捌世事。多谢。好，咱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仁生的回应。好，这个大家拢讲了真对啦。我这篇就是有这个社会主义的方面的思想，嘛有这个基督的迄个啦，这两个目的啦，思想的目的啦。其实这内面的迄个逻辑课拢无问题啦。但是重点就是来小孩伊也无才调处理因的，也无伊个老爸阿兄也无要注啥，所以要用一个迄步啦。这个过程我要有这出路啦，因为这是当时的社会是会使讲无可能的嘛，所以要连这个往期伊甲因这个面夫嘛，无晓得惊，我哪有这个人，这是糟糕安尼安排的我主要是要表现这个社会主义甲这个基督徒的疼心啦，所以恁讲的拢真好。好，感谢闵仁生。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生的问题。好，伫遮有一个问题请教阿玲，就是一篇故事头一趴是上要紧的。这篇故事的头一趴是讲，伤过顺遂的人生也是互人亚生啊，会想要有寡无共款的生活刺激还是讲做人就是遮尔晦气。毋过我感觉这篇故事阿玲毋是要考试这个女主角，伊讲伊人生伤好啊，需要刺激啊。颠倒是咧讲，一个有怜悯的女性伊看到无公义会想要去改变通常小说第一趴遐尼要紧，毋过阿玲煞是安尼来写第一趴。若是毋是安尼写，是毋是讲因为安尼写法，敢若较会成一寡人来读？若是无安尼写咧，真正把这篇的目标写出来，会有啥物差别咧？因为你看到真济例子尤其是日本人日本的迄个小说电影定来讲，伊个家庭结婚了，家庭的幸福较互人会惊啦。我这样幸福了，我会惊啊！真过幸福，尾啊拢会喜剧上幸福后壁拢变悲剧嘛，这是一个悲剧行为嘛。我就先大体回答讲毋免惊啦，我袂安尼啦。我是想你甲我讲，是讲人生行伤顺的时阵，人生是讲莫惊是无？咱这有当时感觉拢就是会惊讲未来安怎有一种未知的恐怖啊。所以我会感觉讲，这个女主角虽然知影家己是好野人会真幸福，但是伊嘛想要找一寡代志来做。这个代志就是敢若跋筊跋家己的幸福，安尼来克服家己搁较无法度怎样讲较困难的人生，有这个感觉。是讲代志因那向变安尼啦。就是讲好野人的，也无一定讲伊就是无想要做代志啊。对啦，对啦。伊用伊家己的幸福来想要讲来改变一寡代志。阮从我只一间报摊做舞台啦，迄个时代也无生意啊，迄个时代若要做啥，嘛无新服装啦，拢爱家己剪裁啦。你也知影迄时北京的无生意啦，嘛无咧做新服衫啊，所以新娘的衫嘛是要请好裁缝的，全部来家己做啦。迄个时代是安尼。我先说问我下骹，我想要问个问题，拄仔有小可讲啦，就是讲，这是毋是咧写这个故事时，伊看到这个社会无公平，才来发烧，还是安怎来写这种较无共的这个故事？我作品内面贫富差距真济，作品袂少咧我因为初时囡仔时嘛是咧写这啊，就是咧写家己。
像好热产的才差别啦。啊，我是想讲，既然就是写着这家己嘛，写怎尾也无要甲翻转起来，就是讲尾也嘛是即个女主角嘛是有教因爸爸、因老爸。因老爸都是传统人啊，嘛毋甘做福建啊，无要摕这个讲通我啦，啊，这是一个。对，我意思是，咱话就甲彻底就甲写落去，就是讲转变了因的命运，就是安怎，啊，毋是感觉安尼迄个结局敢若搁较趣味，搁较欢乐的感觉。我这是要学这个做读本的，好无？精神片才来写。这毋是完全大人小份的。所以若感觉倒摆安尼时阵，就是讲对囡仔的刺激较大安尼，所以就安尼先做一个较圆满的 happy end 安尼吼。哎呀，无你要做国民学校教材，袂使迄个啦。好，先平安，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讲，因为我咧读这个来秀啊，甲蒙奇啊，伫布店咧小拄熟识的时阵，去拍时，我常常有一个印象，就是进前读迄个 Hermann Hesse 迄个其他塔这本册，嘿，毋知影讲，就是迄个不做伊离开皇宫，啊去拄着去遮去拍。我想讲，阿玲咧写前敢有参考着迄个故事。因为迄个好做作品，我有读啦。我初中的时候，我读多翻译本啦。到对好做我嘛真，我开始写草稿，就是学好免好做写散文的趣味，我都是草稿啦。啊，这种好免做流浪的之歌啊，盼望少年时啦，这物件，我都是学手法写的啦。开始我初中去草稿。所以他们那个对我嘛有很大影响啦。是。伊讲你讲的这个，我无去想这啊。无特别想，啊，毋过就是拄好迄个情景有相像安尼。嘿啦，所以他们这说明我自我今仔时代就都爱读啊啦。是，系啊，伊迄本真正嘛，我嘛就爱读，就好看。好，安尼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其实这篇主题是写婚姻，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讲。内底重点是咧写讲一个女性伊用伊家己的智慧要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我感觉讲迄个规个重点就是伫遮啊，就是想讲啊，人敢有内底有想要讲，就是咱一个家庭关系较好的一个人啊，伊的资源嘛较济的人，较会去产生讲我有想要，应该是讲较有法度去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追求家己的人生的这种。观念对啦，我都甲社会变做一个家庭啦。我这个家庭你会当放在做这社会啦，啊用这做人啦。讲咱的社会啊，好利一生哦，嘛照这个观念哦。啊，这个我想啊，夫妇因的爱情，我头个讲这议题。我认为婚姻毋是讲对爱情外好才会做，婚姻是做社会义务的一个家庭的一个 party 啦。婚姻是一个 party 啦。爱情是另外一个关做啦，爱情无讲爱情哦。我就是讲，伊若结婚了，婚姻嘛会当透过沟通，什么互对个，什么对象都会当做婚姻啦。我有这个意思啦。是。毋是讲我爱人就结婚，毋是啦。结婚了再来讲爱情嘛会使啦。这是我的观念啦。了解。好，多谢你。安尼，我上尾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因为即马现代人。你要叫伊婚姻，像对阿玲讲的，婚姻是一个 party， 啊，毋过即马现代人你叫伊要做即个 party 的时阵，伊有足侪顾虑，甚至足侪人会讲，啊，我太是要找另外一个家庭，规个家族来甲我糟蹋，叫我做这做迄，所以即马现代人足侪人会去烦恼即个问题，啊，甚至因为安尼伊都无要结婚，无要做一个家庭，啊，就是讲我想要为即个所在来问阿玲讲。那阵咱即马，因为像咱即马有像遮幼稚，拢就想要用咱家己的母语，啊，成做一个福尔摩沙的台湾人，就是咱想要安尼做的时阵，要安怎去用这款心情、这种想法甲理想，请咱的后一代，就是阿玲敢有啥物建议，还是讲看法安尼？我想可能是阿关啦，为让因较会当理解啦。因为因到去外国，啊，佫会去对咱的母语迄个关心有哦。
比台湾真正会女性更加关心，因为伊入去故乡了后，伊要做这嘛是要伊家庭接受啊。伊的安排也毋是台湾人啊，要会尊重因做这块的，这嘛是婚姻的都宝贵啊。你若想说因才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啦。我是作家尔，我无多解这个问题啦。你若为了管因就法度啦。好，了解。我敢若一个问题，就是这篇讲一个毋捌世事的青春少女啊，伊要甲伊姊妹啊伴换翁的故事啊。这篇拄开始，就讲若无相信这个故事，就甲当做听人在讲喊过的啊。人生你是毋是嘛感觉这个故事伤合，无够合理，所以故事开头就先甲读者注写，多谢。是啦。伊伫台湾人听讲哪有算正常啊？会安尼讲啊？我是讲过呢安尼啊，所以你讲的完全正确啦。我感觉是伤过合理的，伤过合理，颠倒变到就喊唔过。对啦，你讲的对啦。因为人生你别个故事拢写甲真写实，就是阮定定都感觉讲啊，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啊，毋过这个故事为什么变甲遐喊过？你无想讲另外惊别种方法啊，互伊写甲咱嘛感觉讲，你是伫咧讲真诶代志。因为你要写诶时，你是讲即款诶可能无人要信。挑工无要互人信啊。所以我咧甲你讲，你若歹信嘛，我紧来当喊过就好啊。你若小讲啊，大家拢好啊。我简单讲一个，就感觉讲踮咧国外，会较对家己身份的迄个晓义会佫较深啦。想要较强调家己的身份，找着家己的紧咱台湾的即个话，感觉讲，我甲中国人讲话时，我会使讲台语啊，我甲伊无关系啊，对不对？咱踮咧外口的故乡，咱来听到台湾话，咱嘛会感觉讲，这就是咱的同乡，即个感情就马上救会起来。对家己的囡仔来讲，虽然我较早20几年前的时候，无甲伊讲真侪台湾话，但是我嘛定定有带伊转去，所以我嘛真希望伊听有我无法度了解讲伊听有偌济，但是我即摆讲话拢讲3种话，拢讲台语，甲华语，甲第个话，系讲了咧，甲伊讲得还较清楚的。但是我会互伊惯势听咱家己的话，安尼。我拄来瑞士的时阵，就是因遮是四语的官方语言。迄就是一个刺激啊！就感觉讲，啥哪别人就会使安尼，咱台湾就袂使安尼。当然后来2019迄个全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咱嘛是诚侪。毋过伫外国这边，伫瑞士这边的人大部分，你若要找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可能一支手啦，5支指头啊，算会出来。我要讲的就是像。阿玲伊讲是因为有即个上帝安排伊来做即个台语运动佮台语的时间，我感觉我是好运，嘛是有一个力量，互我会当拄着遮好的，比如讲先摆遮好的读册伴佮阮兜的人，有人对囡仔讲台语，若无遮个，可能我的人生嘛是甲一般人共款，就是一直中国话一直讲落去，所以。这是一个叫雷公讲着的过程，安尼，多谢。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最后，咱赶快邀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慕真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来小啊，甲蒙奇啊的婚姻，这篇咧会使讲是一个欢喜的结局的故事。总是伫这篇故事内底，咱会使看到几个特色。第一，就是这个片名来小啊，甲蒙奇啊，这是两个台湾传统女性的名。但是为这个名，咱就会当看到因背后，互这个社会也是伊的家庭，
因的想法是啥物款？吼，咱知影蒙饲啊，就是甲即个查某囝当做蒙甲饲吼，毋是遐尔重视、遐尔疼惜的意思。但是来惜啊，就是一个甲疼命命、甲惜命命的一个上顶的意义。所以伫遮咱看到两个台湾女性的名背后的意思，特别伫传统社会，其实叫蒙饲啊会较济，这甲台湾传统社会对女性较无重视有关系。所以内底其实是咧讲到两个女性咧，因其实嘛是两个新娘，来惜啊，甲蒙饲啊，因拢是准备要做新娘，然后要去办嫁妆的时阵熟悉。伫遮真心惜，就是作者安排即个来惜啊，伊看到蒙饲啊是一个无钱通办嫁妆的查某囡仔，所以就产生即种同情的心情，想要来甲伊帮赞。因为伊本身是一个真有钱诶好野人的囡仔，所以会使讲是无烦无恼，毋免烦恼钱项的代志，所以伊生出即种想要甲人帮赞的心，所以伊就想一个办法，就是来认即个蒙饲啊做小妹然后咧有小可使性吼，来甲伊的爸母讲爱替伊添嫁妆，若无伊就无爱嫁吼，所以即个爸母阿兄嘛为着即个来惜啊，安尼奇怪的超过合理，超过即种人会使想象的吼，即种做法嘛，感觉真困扰。但是咧，伫内底即个来惜啊，是足有家己主张、意志足坚定的人，吼，所以尾啊，真正来惜的爸母咧，就替即个蒙饲啊吼来添嫁妆互蒙饲啊，伊嫁过会使讲是较无烦恼未来的生活嘛会过较好，吼，所以遮会使讲，就是一个因姊妹仔的感情吼，就是伊来惜啊来认蒙饲啊，即个小妹，然后有即个感情来帮赞伊，所以当然伫现代来看即个故事，会感觉真心惜，敢真正有遐尔好的人吼，但是咱会当了解陈明仁伊要透过拍远的故事来重建一个台湾人的文化观、台湾人的价值观，特别伊强调即个价值观是无受到党国的教育、思想、文化套揽的一个台湾人的价值观，所以咱嘛会当甲伊看做是个作者的愿望，作者对什么是台湾人的价值观，什么是台湾人的文化，这种善良、帮助人、有勇气替人想这种的形象，伊透过来惜啊这个角色来表现出来，特别嘛透过来惜啊伊的家庭，伊的爸母阿兄愿意来替这个善巧的蒙饲啊添嫁妆，这种的友善的行动，来看到伫农村的时代，早期台湾的社会嘛有这种和谐，这种真温暖的人情味，甚至是透过金钱来甲人帮赞，这种真互人感动的感情，是陈明仁想要表现互台湾人伫伊的文学世界建构的一个形象。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个广播剧内面有讲到丽景、蒙翠、廖廖啊，抑佫有办基会啊，即几句台语词。所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来解说即几句台语词的意思。来惜啊，甲蒙饲啊的婚姻，离经，即摆可能较侪人讲离谱，蒙喙，即摆较侪人讲门口，聊聊啊，聊聊啊，冇人讲就是说啦吼，办家伙啊，冇人讲办公会啊，华语来讲办家家酒。
借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金、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宏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落水反清清水螺》，欢迎准时收听。笑到阮故乡的残垣。